喺發展創新科技嘅優勢有4項。第一，香港係國際金融中心，係資金同企業嘅匯聚地。第二，喺國際金融中心方面，香港有隨處可見嘅高樓大廈，象徵住香港不能被輕易取代嘅國際地位。裡面充滿住多不勝數嘅人才同技術，令到香港創科企業可以透過唔同嘅方法籌集資金。多元化嘅集資方法同充足嘅知識，奠定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。呢個係香港發展創新科技嘅優勢之一。香港有充足嘅人才儲備，有足夠嘅人力去發展創新科技。喺人才方面，香港有完善嘅教育制度同世界一流嘅學府，令香港有充足嘅人才儲備。創科領域嘅人才能夠投身創新科技行業，推動創新科技行業嘅發展。源源不斷嘅人才投身，確保香港喺未來發展創科嘅穩定性。其次，香港亦實行 STEM 教育，培養青少年對創新科技嘅興趣同多角度思考，重視前瞻性，為香港提供龐大嘅驅動力。第三，香港嘅創新科技企業有政府政策嘅支持。喺港府政策方面，港府推行咗創科及科技基金、初創企業資助計劃，提供直接資金支持創科企業發展。其次，港府亦積極發展基礎建設，例如香港科學園及數碼港，提供高端嘅先進人才及便捷嘅資訊網，令到創科企業能夠研究新技術。第四，香港有獨特嘅政治背景，背靠祖國。喺香港嘅獨特政治背景方面，香港與祖國嘅關係可以話係血濃於水。早前，港府與內地簽訂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，亦即係 CEPA， 方便兩地人員流動、知識交換及技術合作，推動香港發展創新科技。隨住兩地未來更深入嘅合作，為香港發展創科企業提供良好嘅環境，令香港發展創新科技嘅潛力無窮。